日治时期名音乐家、台湾歌谣的大师吴敬怀先生，他的故居在柳营火烧店、优雅灰雪店，那个故居啊，很美啊，哇！你看，传统闽南式建筑，雕梁画栋啊，你看，很有艺术，很有美感。正前方的庙是代天宫，这里8月27号晚上有音乐晚会啊，有办音乐晚会呢。古厝说有退会了，这里没有供奉祖先了啊，要变成音乐纪念馆。